南部型、南部鐵壺、南部型，咁究竟咁奇怪嘅？真係㗎。嗱，南部鐵壺咧有一種咧叫做南部型，咁其實係尾垂嘅一種。咁如果佢呢個尾垂咧散出嚟咧，就係富士型啦。咁呢個尾垂直落嘅就係南部型。咁顧名思義咧，淨係南部鐵壺做南部型，京都壺、山形壺佢哋唔做南部型嘅。咁南部型咧就都好流行、好矜貴㗎。盛九工房、獅子紋、紅谷善平、嘉紋及尊寬治、漢絲。咁你睇下下邊三個線紋啊，學齋啦、盛九啦，同埋呢一個分山工房，可以見到咧就話係好流行，好多人做南部型。咁逢係南部型嘅壺都賣貴少少㗎。咁細個南部型都有㗎，就算係咁細個都珍貴㗎。